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节目一开始，赶紧来关心这件花城案件。北检在暗头的时阵，已经针对着郭文德无保请回部分提出控告。另外，防裁定羁押的潘金星，伊的律师呢，也赶在下晡5点提出控告，强调讲这潘金星唔捌多次计划和用这律相关的法令，讲伊的专业是土木工程，认为无羁押必要性。前台北市副市长潘金星假日经花城用这案，防指控贪污治罪条例、受贿道理等重罪，防羁押。检方初三个提审潘金星厘清案情，并和律师团初三下昼地状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出控告。律师团强调，无羁押潘金星的必要性，针对北院裁定潘金星羁押理由，包括潘金星是都委会会期主席、搬因顶站角色涉犯道理收钱等罪，加上关键共犯都委会执行秘书肖秀培，迄当时无伫国内烦恼有高串之路。律师团比较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主张潘金星无熟悉多次计划专家，无主导技术强行通过违法的决议。其实从我们过去从彭副市长的经历也可以知道，说他主要应该是工程相关的专业啦。那我想这个和都市计划应该是有相当的差距，这样子。春训有没有做什么准备？会觉得很冤枉吗？姚秀培防这期是警花城案的关键人物，防以贪污道理罪嫌约谈到案，以上北京核心，强调初三透早下令肖秀培请回，搁限制出境出海加居住。政府澄清，肖秀培请假2礼拜去日本省，并不是畏罪监督，是检点无约谈。不然你找所有记录，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啊。另外，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初日透早得到无保请回，也替肖秀培讲话，强调一份公文遐尔侪人签字，袂当将责任全部撒给一个人。也佫表示，家己迄当时对金华社用这率达到840%的部分唔知影，佫较针对检调动作，批评民进党加做新党国体制。你们大概现在这种动用全部国家力量，在很认真的研究柯文哲。我也不希望啊，有一天台湾有罪的定义重新改变。什么叫有罪人啊？民进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民进党变成新的党国体制啊！北检初三也去台北看守所，就信羁押中的潘金星，甲维根集团主席辛庆京，尾嘛北检已经向高院提出控告，也毋过郭文德强调家己清白。到时若北院发挥精彩，羁押定上恐惊会引起攻防。记者综合报道。第79届联合国大会初10日举行，台湾争取加入联合国体系。去年以来拢是去互中国阻碍，外交部也宣布讲，今年参与联合国有3大推案规划，甲重点放伫咧中国扭曲年代第27500号国旗，利用安尼性质咧阻碍台湾国际参与。台湾的目标是要协助国际社会了解27500号的国旗内容，中共无法度代表台湾，也延续过去蔡政府的做法，请友邦替咱出声。Car manufacturers, tech companies, and even governments worldwide started turning to Taiwan for chips. 台湾伫全球半导体先进制程有超过90%的市占率，扮演带头的角色。外交部透过影片向国际说明台湾袂当伫国际部出席。If Taiwan were to step off the stage, I mean, we'd have to step off the fast stage to a better world. 第79届联合国大会特别登场，台湾多年来争取加入联合国，守护中共恶意阻扰。尤其今年陆陆甲咱国断交，就是引用27500号国旗。外交部强调，国旗相关内容无涉及台湾，中共无法度代表台湾。台湾2350万人还是持续的被遗漏在联合国的体系之外。那么造成这个不公不义的现象，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恶意的扭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的内容。田中共宣布，今年参与联合国的3大推案规划，会延续过去8年的做法，透过稳健踏实方式，请友邦联名写配合联合国。另外，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顶礼拜结束，台湾作为法定伙伴，高达参与29年，所表示中共不是 PIF 成员国，是也要求3度联合公报中天台参与的内容。明年拄好是甲台湾断交转向甲中国建交的所罗门群岛主办，外界欢呼咱国参与 PIF 恐惊受到阻碍。明年在所罗门开第54届的 PIF 会议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遭受一些困扰跟阻碍。我们其实对太平洋的贡献，在过去29年是有目共睹的。
针对中共想要摆脱台湾的国际参与，全体集会交流理事会认为，民主阵营应该反制中共破乱生魂的论述，才能凸显台湾是主权国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北京企业互检调发现讲，涉嫌透过外资的方式非法伫台湾成立办事处，污台湾的高科技人才。这名单有连续3年上中国电子经济百强的北方华创，甚至有中共财政部支持的上海汉芯科技。为了要闪过追责呢，甚至要求台湾员工就要甲这健保转去工会，或者是去亲人遐投保。调查官出动至少7个人搜查这间办公室，过来这大办事处，互检调查到幕后主导的是对方来。以长期背景的投资策略，利用高薪挖角科学园区相关的顶尖科技人才。这间上海汉芯科技涉嫌伫2环以外第3地成立空壳公司，甲中资引入台湾，伫台湾研发第3类半导体功率元件，佮污染国内工程师的人才。检调阁发现背后大金主是中共财政部，也甲中国的大基金。这些公司都是以假台资或假侨外资的方式，在台成立公司或办事处。加交外资伫台湾设据点，毋若上海汉芯，这部名单内原来有南方归国、南京之星、上海新尚美、水星新美，由中共国家企业的控股公司连续3年上中国电子百强的北方华创，也佮有德间智能科技。希望能够带头来创立一个最大的 NLP 的产业。官方宣传影片伫谈理想愿景，注重人工智慧机器人研发的对华企业，也非法伫台湾抢人才。不过，检方发现，这届涉案的中资企业做半导体的较济，像台湾工程师前后超过100人。台积电的 CoWAS 或者是 Info 这一类的技术，目前其实大陆还没有半个封装厂或晶圆代工厂所能够做得出来的。我们的电子产业链的工程师跟人才，尤其是半导体产业链，其实可以用熟幼大碗来形容。那问题就是说，好不好抓？要花多少时间抓？以及抓到了之后，法院要审多久？对华抢人才定定用的一大堆步数，为境外是来台湾险查缉，即马阁有新报简单成立办事处，要求台湾员工健保转工会，也是依亲投保。律师嘛分析，对华公开伫抢人才，这家执法机关证据调查困难，定罪率无悬，拢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双十筹备委员会今日公布113年的主视觉设计图样，是兼任筹备委员会主委的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身选出来的。不过，这设计团队却是拢无挂名，而且英文的副标题是使用台湾，不是 ROC， 也引起讨论。筹备会是解说讲，希望文字有含义，期待台湾有更较好的未来。热烈欢迎莅临台湾立法院。接见台美商业协会访问团，立法院长韩国瑜身边放咱国旗，伊是庆祝会主义，庆祝宽选的民国113年国庆主视觉，也充满中华民国意象，以双视形状甲糖花组合，搭配红蓝配色呈现，中心主题是国会梅花，下面写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搁放咱国旗，也毋过设计团队罕价无挂名。这一次的设计其实它是由一群很年轻，然后也充满热情跟创意的年轻设计师来共同来创作完成。它是表明是以匿名的方式，那我们就尊重它。想起我14年的国庆主视觉，2010到2015年，由国民党籍的王金平院长筹备国庆大部分的设计融合国旗、红蓝白配色。2016年到2013年，民进党完全执政，设计是较色彩多样。今年的主视觉有网友联想到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外头的 H 字样，民众看法也真无同。像那个衣服牌子，很像 H。其实我有点看不出来他想表达什么。对，有点像很多水管接在一起。对，有点像。不错，就是有把国旗的主要颜色都有显示出来，也蛮简约的。我觉得大家的想象力都非常丰富。我们这个图形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跟双十国庆，并没有其他的影射跟含义。另外，英文副标题使用台湾，不是 ROC， 也引起好奇。庆祝会解释希望本题有含义，毋望台湾有更较好的未来。强调以早7月国庆的文化总会，即摆犹原是重要会盘，并无出席。也毋过我2年邀请外国乐队伫国庆演出是看袂到啊。我们这一次并没有规划邀请国外的团体，国内就有深具意义也专业的团体。
庆祝会即次今年顺利开放500名民众入场观礼。9月7号到12之间开放持有身份证的国民线顶报名。下伫20中到12点，伫官网公布电脑随机抽签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表列有一个姓郑查甫人，几年前伊工厂倒去留真侪布油啊，煞无要开钱去处理，2礼拜内分作7届，再去报换边烧掉，煞害这消防警官一直去拍火。最近一届乱放火时阵去互警方掌到，这乱烧物件造成空气污染会罚钱。另外，这乱放火违反公共危险罪，也已经甲伊移送法办了。报换边的空地出现一台白色的小客车，8月30日晚间2点外，72岁姓田的查甫人伫天色真暗的暗雨下，乘弹本所在放火，过程拢去监视器翕到。地点就伫苗栗县万里镇邦里溪报换边，警方巡逻发现这个火灾，先通知消防队灭火，所以伫500公尺外商业道路边掠到伊。这是油，杀虫剂不是这味道哦。邦里溪报换边去年7月半暝烧粪扫事件正接，环保局甲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装设监视器追查。姓田的查某人讲，车顶的罐装水是砂糖剂，暗过去环境发现是汽油。另外，还佫有几落地甲单调的粪扫同款材质的无用布料，看无大佫并改才承认放火。70岁郑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经员警仔细盘查询问。发现车内载有多包旧皮制品布料及汽油喷枪等物，郑男实坦承有纵火行为。针对露天燃烧行为，环保局将依违反空污法，裁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致行为人所剩余的废弃物，环保局将转介合格清除处理机构，以确保妥善合法处理。苗栗县政府是讲，姓田的查甫人伊的行李箱工厂离报换超过650公尺。2014年关厂了后，剩真侪无用的布料，因为无想要开钱处理，就再去卡业界的空地帮回收。经过调查，伊将近2礼拜已经偷倒7届，总重量差不多200公斤。后续除了车互人查扣，还佫会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另外嘛，违反空污法，会当罚1000至10万块的罚款。目前仓库还佫有囤3栋无用的布料，后续会协助转介去合法处理机构清除。记者综合报道。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9月7日半暝接到台铁台南站站务员的通报，讲有一台这区间车第40个车厢内面将有可能是这行动电源导火烧，这涂骹拢烧甲乌乌一搭。警方到现场却是找无人，不久警方伫7日暗有找到涉案的查甫人，而且依照公共危险罪嫌改上办。台铁区间车的地板草被大家看得出来，迄当时确实有火烧。只不过，当站务人员甲警方到场了后，发现当事人已经无看影。警方7日暗经过过滤相关监视器影像，锁定涉案真动向甲身份，查出是一位48岁姓柯的查某人所做的。审问了后，以公共危险罪嫌上办。许前供称，系因充电过热导致行动电源自燃现象，随即用小柴灭火源，并将行动电源弃置于现场后进行离去。上述行为涉犯公共危险，全案将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认为嫌犯代志发生了后，应该较以空电话通报代替，也是使用代替简讯通报服务，也毋过伊煞家己离开，这也是涉犯公共危险罪嫌主要原因之一。即摆家己小客虽然无造成重大意外，也毋过代替面对紧急事件时，也确实有标准的 SOP 处理流程。助残即可，然后如果有起火的时候，我们立即动员用灭火器去处理。如果发现可疑的物品的时候，通知相关单位。在这之前，我们会防止其他的旅客进到这个范围里面。行动电源，家己小客的案件常听到台南市消防局表示，民众一定要保持冷静，上重要就是移除4颗非开小客的物品，离火源较远一点下，搁用水降温。平时也爱定检查行动电源，敢是有毁损的状况。在状况允许的之下呢，希望可以去取得大量的水来帮行动电源做降温。那不建议使用一般的灭火器或者是泡沫灭火器，因为它的效果其实是并不是很好的。充电式电池或者是锂电池设备的时候，也要记得要常常去检查它整个设备的状况。红小海的列车地板经过代替量算了后是1305块，会依规定向肇事者讨赔。代替也已经进行清洗、开放、完装了后，搁到营运。记者综合报道。
阳明交通大学新德校区传出介绍有虐待动物的事件，有民众发现讲，这校园内面有一只猫仔呢，互人关伫咧铁笼仔内面，已经死去啊。怀疑猫仔是互人挑工关入去。学校表示讲，这铁笼仔呢，本底是要来掠流浪狗的，而且逐工拢有派人去巡。目前学校已经调附近的监视器，要来查明原因。铁笼仔内底有一只猫的尸体，笼仔顶悬有打学校的名。阳明交通大学表示，因为之前捌发生过流浪狗虐学生的事件，所以参动保所讨论了后，有些人要来掠狗，而且逐工会派人来巡，唔知影为什么有死猫伫内底，后续会来调查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应该还是要处理吧，对啊，不然放的有点奇怪。本校于8月接获学生通报，校园中出现流浪犬追逐学生的情形，就与新竹市动保所商议，于犬只出没的位置设置诱捕笼，并且每天派员查看。不过呢，对于后来有在这个诱捕笼中呢看到猫只遗体的情况呢，我们正在调阅周边的这个监视器呢来理清案情。学校表示会去调附近的监视器查明原因，了解敢是有发生虐待动物的情形。新德市动保所接到通报了后，马随派人到现场了解状况。目前已请与校方调阅监视器影片，并派员配合访谈，以理清案情。动保所也呼吁，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伤害动物，违者将依法裁处，以维护动物福祉。有学生表示，捌在这个铁笼仔内底看过乖鸟啊，后来佫发现内底有猫的尸体。原本是要保护学生避免受到流浪狗伤害的人啊，所以而出现关无共的动物，到底敢是校园内出现虐待动物的代志？目前学校以及动保所等去调查。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美国政府车子伫咧多明尼加扣押委内瑞拉总统的私人飞行机，指控这台飞行机呢是透过空客公司用违法的方式买来的，违反制裁法。另外，为着要闪过委内瑞拉政府限制新闻自由，无共城市、无共新闻平台100名记者，甲因采访来新闻拢交予 AI 主播来报。美国司法部车子伫多米尼加扣押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私人飞机，指控这台飞机是透过总部伫加勒比海的空客公司，为福州以1300万美金，差不多是代表4.1亿非法购买了后，偷运出美国，用来提供马杜罗甲伊亲信使用。美国表示，这台飞机涉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甲制裁法，所以去互人扣押。委内瑞拉嘛谴责美国干涉别国的内政，行为甲海贼共款。Today's success is just another example of how we continue to look at the corrupt practices of the Maduro regime. 有专家讲，这个扣押代表美国调查委内瑞拉政府贪污行动已经升级，而且美国最近嘛持续向委内瑞拉施加压力，要求立刻公布总统大选的具体资料，理由是烦恼马杜罗胜选的可信度。Fuimos generados por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pero nuestros contenidos sí son reales, verificados, de calidad y creados por periodistas. 委内瑞拉无共城市、无共新闻平台拢总100个记者，甲因采访的新闻交由 AI 主播播报。根据路透社报道，为7月底大选，马杜罗家己讲高票连任了后，记者翕到这个选举无公平、抗议民众去予警察排过庭。马杜罗政府为了平息有争论的选举争论，用真严厉来镇压，逮捕超过10个记者，其中互人逮捕的8个记者，恐惊爱面临12年至20年的加牢生活。为了保护记者，特别找 AI 主播来支援。Como algunos comentaristas en las redes sociales han mencionado, es casi como una hibridación entre la tecnología y el periodismo que precisamente busca sortear la persecución y la creciente represión. En este contexto en Venezuela, como bien se conoce, a cada minuto hay una mayor exposición e incertidumbre de seguridad para el trabajo periodístico. 委内瑞拉检察官办公室伫社群平台 IG 表示，伫车日法院已经批准检方的申请，以犯下严重罪行的理由，对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贡萨雷兹发出逮捕令。反对派认为，这显然是执政当局镇压异议人士上新的行动。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
台北101初三进行3年1届党干事改选，随召开董事会，第10届董事长是由调访上近的法人代表嘉永杰接任。财政部表示讲，希望运用伊的专长，予台北101少年化、国际化。面对着新职务，嘉永杰表示已经有真侪想法，上任了后会和团队做伙来拍拼。清一色乌色的洋装，嘉永杰第一摆以101董事长的身份和媒体来见面。伊讲家己是用新生报道的心情和学习的态度，会和专业的经营团队做伙拍拼。对是台湾观光代表的101，伊心内有真侪想法，希望打造全新的观景台。观景台在整个人流，然后整个业绩，其实跟之前相比呢，是差异非常的大。世界各国摩天大楼的观景台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标。那如果说连我们的国人都不是那么支持的话呢，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另外，安怎来成国际观光客？嘉永杰嘛讲，因为目前台北101国际旅客上济都是韩国人，初步规划和韩国的现代百货合作，嘛计划邀请韩国名气做观光大赛。我其实有一些初步对韩国的这边的计划，像是可以跟泪之女王的百货、现代百货，然后有一些合作。那因为刚好我们也有一些认识，对，所以大概会是往这个方向去走。来看历任台北101的董事长，2004年第1任的董事长是陈敏芬，韩国集团第2代经营者林明宏，2009年接。第3任的董事长是有基金教母之称的宋文琪。2015年，迄当阵的总经理周德武升任董事长，所落来是正常经验真完整的周学顺来接任而且连任。2023年，台北101的营收和得利拢创新高，嘉永杰是第1的艺人董事长。董事长非常的阳光正向，而且我相信他的公关行销的能力一定非常好，所以会让台北101更有能见度。伫初三的董事会，101的总经理朱丽文因为营运的成绩真好，董事会是请伊继续做。朱丽文讲，新党组嘉永杰的活力和人脉，会替101来注入更较侪活泼的元素。估计2024年101不管是上班的出租率和来客数，都会成长1成以上。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推动这国民法官新制度施行头1年，全台完着108件、16件结案。不过，对民间团体即期讲和司法院本地推算，一年有300件是差真济。民间团体也指出讲，这政府1年编3亿外预算，平均一案就要开2400万。不过，司法院是强调讲，这经费用在设备、法治、教育等等的宣传，绝对无浪费。双手风扣起来，细楼的年母姊妹啊，一前一后行路车，涉嫌甲1岁查某囡仔凯苦毒致死。经过检方起诉了后，会予国民法官做伙来参加审判。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正式上路，对去年开始有真侪件判决，一审拢是予诉人和职业法官来合审合判。但是司法院来公布新制第1档相关实施报告，全国受案量108件，审结16件，予民团质疑讲和原本预期的是差真侪。司法院去年编了3亿1000多百万的预算，整个都浪费掉啊！可以让新青安年轻人有30个人可以好好去买房子去成家，有可能是我们真实我们在去年我们的杀人案件发生率不高，或者是酒驾致死的发生率不高啦。那万一不是的话，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咱来看司法院，当初是立目标，预计当年收案会当有300件，但是新制上路第1档，却是一半都无够。有专家阁质疑讲，对审结的件数来分析，国民法官的制度执行力干那5%，甚至中央编列有3亿外预算这么多，答案的平均成本要2400万，大卖官方资源的分配是无合理。经费的编列还有执行，除了国民法官案件之外，一般的刑事案件也可以使用国民法官的法庭硬体，还有科技设备。同时也可以作为模拟法庭以及法律戏剧借用拍摄等多功多元的使用效能。面对民团的指控，司法院回应讲，和去年比起来，今年到8月底收案量已经有109件，执行率嘛有起哩。相关经费的使用，包括法治教育的宣传、模拟法庭的演练和各项硬体这设备，因为法律的义务已经正省的使用，并无浪费公家钱。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底，海军256舰队海虎畅水艦伫咧执行海水上演训的时阵，发生意外，有3位官兵跋落去海失踪，到今也是找无人。其中，这张条约是中华会单人，县政府也伫咧军人节即天呢，甲伊的排位车入去中烈祠，感谢伊固守本分、勇敢救人的精神。去年底发生意外，殉职的海虎畅水艦256舰队士官长张条约，有家属捧着伊的灵位，为中华县政府出发，一路行到中华中烈祠。海军256舰队的兄弟徛几排，共请张条约入中烈祠。我们今天纪念张朝一士官长，他在6月30号的时候，由总统赖清德先生颁发褒扬令。那我们为了遵从他的英勇救人的壮行。那我们今天入祀忠烈祠，也能让他受到后人永远的尊崇。去年12月底，海军256舰队海虎畅水艦在执行海上演训的时，因为救难浮标落去，官兵要修复却跋落海里，造成3位官兵失踪的意外。其中张条约是中华会单人，县府也伫军人节即天举办入祠仪式，感念伊坚守本分、勇敢救人的精神。感谢咱所有的国军弟兄保家卫国，互咱有一个安和乐利的生活。那同时今仔嘛是咱海军士官长张朝玉入仕的一个隆重的典礼，感谢伊对国家的这个贡献付出。那伊的眷属县政府嘛责无旁贷，会阁持续保持联络，互伊的囝儿4岁有法度好好来成长。入祠仪式由县长担任主祭，家属、国军代表、学校各机构陪祭，场面庄严隆重。随后嘛，分别伫国军中华中陵塔、中华军人中陵祠举行求祭典礼，感谢国军用性命守护家园，互人民有安乐的生活。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年的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伫咧10月初一开始做，疾管署表示，今年流感疫苗会提供5张抢牌，是有史以来上届侪种的，而且推出这注疫苗行政电子化系统，家长扫 QR code 就会当完成2张注疫苗意愿签署，互囡仔伫咧学校就会当注疫苗。这2种疫苗拢是用上届新的病毒株，提供上届好的保护力。新冠甲流感病毒一直变，今年秋冬疫情恐惊会阁起来。疾管署宣布，今年公费流感甲新冠疫苗会伫10月初一公布开始做。今年流感疫苗会依照世卫组织选读结果，采用 H3N2 疫苗株，也是泰国株的新几规疫苗。新冠疫苗是采用 JN.1 疫苗株。新的这个流行株预估会是 H3N2 的泰国株。那另外新冠的部分呢，预期会流行的是跟 JN.1 相关的，像 KP。或者是 LB 系列的病毒哈，那也是在新一季的这个新冠疫苗里面有涵盖。疾管署表示，今年头一摆提供5种抢牌流感疫苗，拢是4价疫苗，分别是国光高端、赛诺菲、GSK 甲台湾东洋，总计大约643.7万剂。其中国光甲高端疫苗未当用伫3岁以下幼稚。另外，今年也推出疫苗注射行政电子化系统，家长只要扫 QR code， 就会当同时完成流感甲新冠2种疫苗的注射意愿签署，互囡仔伫校园完成注疫苗。5种厂牌流感疫苗事实上都是经过食药署核准，且都是安全有效的哈，所以建议是不需要特别去选厂牌。那如果说家长对于某一个厂牌流感疫苗特别希望小朋友可以打到的话，那可能就是到时候要再跟学校索取这个补接种单。另外，开学学童之间较接互动，顶礼拜长病毒门急诊就医大概1.4万人次，疫情渐渐进入高原期。另外，老社群组也到红顶，我4礼拜老社群组通报大概98件，创5年同期新冠。检验以脑路病毒占6成上侪，疾管署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洗手甲饮食卫生。如果中秋节过了后，疫情才会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中央政府有补助学龄进前的囡仔有700健康检查，不过拢需要家长亲身带囡仔去到卫生所。卫福部就统计讲，也是有超过2成的囡仔无使用这项福利。屏东县对这个学期开始呢，会安排医生主动去到幼稚园做健康检查。屏东县309间的幼稚园加21间的顾婴中心，这囡仔呢，都会当用到这项的福利。来，对啊，发出啊的声音啊，好。对，3角形，答对了。
生甲护理师详细替囡仔检查，确定囡仔的喙齿甲目睭敢有问题。目前7岁正正的囡仔拢有7摆免费的健康检查，包括动作甲语言表达的发展。屏东县对这学期开始，会安排医生到幼稚园，主动替每一个囡仔做健康检查，了解因的身体状况。我们看到儿童的健检率只有70%多，所以我们透过医疗机构，还有基层医疗，还有很重要是我们33乡镇有我们的卫生所医疗团队。那我想，就是儿童的健康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把资源跟人力的部分来做投入。因为早前父母拢按家己带囡仔去卫生所做检查，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有2成多的家长无使用到这项免费检查。113年，屏东县有17000外学龄前的囡仔。今年卫生局就结合在地病院资源，按算今年安排102场的医生去校园，明年会扩大到198场。阮为今年开始，阮会直接来到咱的幼稚园，直接来做这个服务，希望呢，咱会使达到一年拢做1摆的身体健康的评估。很好的一个活动，我们的小朋友来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健康检查，让他知道说他的各个发展。家长嘛表示，若是有医生到幼稚园主动替囡仔做健康检查，对因来讲是较放心，也唔免去走一抓卫生所。量早发现发展较慢的囡仔，也通把握黄金治疗的时间。记者邱昭阳，屏东报道。台湾伫咧9月初1，全台湾的饮料店拢袂当使用塑胶杯啊。环境部是提醒民众，若准这纸杯啊呢，内面是有一层塑胶膜哦，一定爱特别回收，袂当加纸类放到顶。这纸杯啊回收了后呢，纸厂业者会用这分离技术，甲塑胶膜也个纸分开，循环再利用。环境部也表示，国内一年会当减用7.9亿个这个塑胶杯啊。烧热的天气来一杯冰凉的饮料，足清凉。环境部伫111年开始推动禁止饮料店使用塑胶杯啊，台北市伫111年就开始落实，是全台湾上早实施的县市。如今台湾上尾一个实施的县市金门县嘛对咧落实，全国拢以纸杯啊取代塑胶杯啊的政策。那最早实施的是台北市，它从111年的12月开始就已经规范了。那最后一个是在今年的9月1号开始，金门县也实施了。那我们预计每年可以减少7.9亿个塑胶饮料杯的使用。那违反规定会处1200到6000元的罚款。不过，就民众表示，纸杯啊有一层防水的塑胶膜，嘛是塑胶，唔知要安怎回收较环保。环境部表示，纸杯啊爱甲纸类分开，唔通当共一位，因就会甲这寡纸杯啊送去特定的处理厂，利用分离技术，甲塑胶膜甲纸类分开，循环再利用。纸杯啊吼，其实甲咱迄个纸便当哦，很共款啦。吼内底吼拢有一层塑胶膜啊，这个塑胶膜啊也有专门的处理厂来处理厂来处理啦。这个纸厂会当甲这塑胶膜甲这迄个纸浆吼分落开。环境部除了鼓励民众会当家己准备环保杯啊，嘛希望连锁饮料店会当甲循环杯业者合作，引进循环杯机器，互能量的嘛会当足环保爱地球。记者伫阿双柯敏济台北报道。这月底，凯比风台伫中南部造成真严重的灾情。这落水溪的这个墘仔边呢，种真侪草啊，不过拢去互这风台扫了。第4河川分署表示，会伫咧中秋进前，甲755公顷的沙洲做预防风飞沙的措施，避免这东北季风到时来啊，这风飞沙夜飞，影响到民众生活。云林西里大桥下骹两边原本河大水冲到春沙头的所在，即马拢铺稻草起哩，要避免东北季风来的时引起风飞沙。这月底凯比风台扫过落水溪樱花村沙头的所在，为99公顷增加到849公顷。规个呢冲刷甲裸露地呢，裸露很大了吼，裸露地变得有够大片啊，所以呢，公所这边嘛有甲市河局边反映的吼，惊讲这个扬尘的部分，裸露地伤济，到时阵拍打击了，扬尘就搁起来。扣除有湿润不会造成扬尘的这个就裸露地以外啊，还有755公顷必须跟时间赛跑，赶快在中秋节之前啊，去做一些措施啦哦。那这个部分我们昨天大家分工啊，那个就是预定的时间表，那我们来管控。
4号分署表示，风杯山防治范围为中沙大桥到出海口长差不多25公里，会分5区来做，包括用石木做600公顷，用水做109公顷，其他的是46公顷。有环保团体讲，要用什么石木来做，会当搁讨论，避免像这届凯美风台中华沿海蚵仔病互官网砍掉，强被害了。因为要顾及扬尘，所以要绿覆盖嘛，就是要有更多的绿色植物来覆盖，就不会有扬尘。但是因为植物反而长得很茂盛之后，这次台风就吹到海边，它可以选择比较，例如说冰水菜，冰水菜它是一种比较软的，它泡久了会软烂。4号分署表示，凯美风台酸长中华沿海蚵仔病，经过勘查发现是瓜网顶食物甲砍掉造成的，毋是稻草。目前已经用计划补助甲清除，希望咧做防止风杯山工程的事业，避免影响到饲蚵仔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3年1考的小琉球迎王平安祭典是国家级重要民俗文化资产，也是台湾的王爷信仰真重要活动。今仔日是头一天，伫小琉球举行这海上迎王，请真侪信徒来遮参加。业者预估讲，今仔日去到小琉球的人可能有上万人。一透早，东流山码头就是人吵，但要坐船去到小琉球。屏东东港小琉球顶站乡镇3年1区迎王平安祭典，初三是由小琉球拍头阵，除了当地人回乡，还佫真侪信徒特别走来，再去交通船顶头，毋若是人，还佫真侪人要牵奥多摆上船。3年1区，我逐年拢有过。等偌久啊？等了1点钟啊。小琉球赶过来，你外地拢一定会回来。无回来吼，过年无回来无要紧哈，就是一定爱回来参加这啊。海面上的渔船全部拢有插迎王的旗仔，再去小琉球海上迎王第一个顺港口活动，由3辆江顶江庙新兵，还佫庙方人员，坐渔船架设小琉球一殿，代表海上巡视扫渡千灾。真侪信徒拢徛伫港边观礼，看起来是真热闹。预计今天的登岛人数会来到1-2万人，差不多半小时就会有一班，因为今天都是加班船的方式来运送大家过去小琉球。迎王平安祭典奉列做是国家级重要民俗文化资产，也正做台湾王爷信仰的重要祭典。琉球迎王吸引上万名信众游客来到小琉球，就行这交通的大拍角。警方也加派人去到现场疏开，还佫管制，好民众就要遵守警员的指挥，注意家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决定古迹家己乘风票今年举办这乘风夜巡甲夜祭解压，配合今年是龙年，要重现100年前三神共祭，除了邀请北港妈祖，也有家己东门灵王做伙来参与，重现1886年邀请北港妈加一乘风加东门灵王3尊神做伙来救护的传奇故事。家己乘风北港妈祖甲东门灵王。做伙伫祭坛顶面，在难得的画面，互真侪民众摕手机来翕相。家己新方庙表示，138年前，家己原的地现路建上，因为可旱，捌邀请3位神尊做伙替民众救护。这届就着新风夜巡的机会，互这个传奇历史搁一摆来变现。希望借着一个历史故事，继续传承给民众，给我们年轻的一个族群，让他们知道三神共祭，我们一个城隍、台阳显佑以及北港妈祖的慈云扫论这种匾额，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我刚好朝天宫建庙330周年我所以说特别有意义把这个历史呈现给大家宗教还是要传承的。旧年8月初1是家己新丰庙举办新丰夜巡甲夜祭解压的活动。庙方表示，今年夜祭解压的可疑，请真侪国外游客甲民众参与，计共参与的人要2000人，比去年搁较侪。我觉得这是就有意义的代志，我感觉讲这种会当传承。总统热情伫初三中昼全港落人来参加起驾仪式，搁送牌匾予家己新丰庙。庙方表示，新丰夜巡甲夜祭解压是家己地区真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希望透过活动，唔但延续家己新丰庙的文化，嘛互家己过去的历史，会当互愈来愈侪人知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的大天后宫在9月28、29要举办府城迎妈祖的活动。今年上届特别就是镇南妈的新桥换一顶新的，是因为本地新桥有100年历史一寡零件拢废弃也修理足侪届的。庙方这届是请师傅做一顶一模一样，总算是完工啊。
大座康好势代表这顶桥工程圆满完成，这是台南市电大天后宫顶南马今年出门专门礼节，用一档的时间做好势啊！那倒边这顶是对公司10几年传承到今，为部分零件尾气，佮加上修复30-40届。这回庙委托木雕师刘正文用府城100年工艺加当入石榴来复刻全新的顶南马分桥，拢总是365地回斗插榫组成的。这个桥你好看啦，感觉讲有古式的个表。咱的雕刻品就是用台湾橡木来做，下骹来用咱的台湾的加当入石榴来制作而成。一切就是台湾橡木加当入石榴，伊有呈现一个对比的一个足好的一个效果伫内底。庙方人员大概到位点香禀报，祈求迎妈祖活动顺遂。根据了解，古早时代迎妈祖是6当班，到民国80几年变做3-4当一届，前几当要举办，煞拄到疫情来扰乱，这回让6当搁举办。庙方指出，今年恢复传统，限定4社门内各角头大庙才会使来到老街。古早时代迎妈祖只有府城内要开人参加迎妈祖，所以按今年设的规矩设较严。除非你是台南市4社门内的大庙，而且你要有寺庙登记，有做过大轿，有来请过妈祖。这界上特别的是，这大庙大武因愿意出门来参与这考迎妈祖，因拢古早时代足古早的大正4年到今，已经有30-40当无来参加迎妈祖。台南市地名小府城迎妈祖庆典，伫这个月期8要起稿。庙方指出，成就有双人的八卦汤，那呈现文桥的雅气，规个工艺嘛增加出顺的光彩。那元桥教士的收藏伫咧庙内做文物，展示互乡亲看。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南韩伫咧2021年正式甲韩国泡菜正名 kimchi， 这 kimchi 是用这白菜菜头葱啊等材料落去生的。白菜是民众上爱食的一种，也因为这地球暖化愈来愈严重，南韩适合种白菜较凉凉的地区呢，也豆豆啊伫咧消失，造成在地做 kimchi 的成本有悬，和中国的俗货是真歹竞争。双轮顶悬拢是白菜产，海拔差不多1100公尺的南韩江原道安班区，因为地势悬，气候真凉，50多年来是以种高山的大白菜出名，佮包办全国热天大白菜93%的产量。不过，这块肥土即嘛是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对2000年到今，白菜的收成是一直在落。 지금 내봉산 태백 같은 경우에는 우리나라의 고랭이 배추의 원조라고도 볼 수 있는 곳이에요. 그런데 그쪽은 이미 이제 토양병이라든가 각종 뭐 바이러스 이런 걸로 인해 가지고 재배 면적이 반토막이 났습니다. 大白菜上好的生长气温是48到21度，不过主要山区江原道的冷冻地区，今年热天平均的气温已经超过25度。若是种的成本提悬，嘛对南韩真重要的食米 kimchi 造成威胁，因为伫这生的产品内面上普遍的种类都是白菜 kimchi。 이 기후 조건에서는 배추가 비쌀 수밖에 없거든요. 이렇게 계속되면 한여름에 우리는 배추김치를 포기해야 되는 거 아닌가 하는 생각을 해요. 김우지的厂商认为讲，大白菜起价会反映伫产品的价格顶悬，消费者落买就会放弃去买在地生产的白菜김우지。事实上，真侪餐厅早就已经使用价格较低中国籍的김우지。根据南韩关税厅的统计，今年1月到7月，김우지进口额是9847万美金，和去年同期比是成长6.9%，创新高。这个现象嘛，互消费者烦恼讲，在地的产品会互取代。南韩农村发展管理局嘛，当地采取措施来应对气候变迁，希望开发耐热和抗病种的大白菜，来救김우지这个传统好食米。公司新闻两岸编译。南非有一只4栋重的非洲象 Charlie， 8月底搬住，伊退休搬去一间私人的动物园。专家表示讲，这象真敏感，无想要用这麻醉蛇来甲对付，所以就甲伊培养感情，用假释生一只象行入去罗马内，才用这拖拉机甲载走。一切是拢真顺利，也希望退休的 Charlie 会当快乐生活。Charlie 沿着铺好的草，哪行哪食，就安尼一步一步来到拖拉机的后壁。关键就伫咧这个时阵。
专家等一支红菜头给查理，这都是伊上爱的。查理行过去，就安尼行入去大型运输人仔的卡车。今年42岁的查理总算是开始退休的生活，但是要搬这么重，而且阁这么老的枪，并无简单。因去找捌搬过世界上上高档的枪——亚洲枪卡瓦南的专家哈里尔·珀斯来出动，在卖使用麻醉针的前提之下，先和查理来培养感情。本地准是讲爱几个月的时间，但无想到2礼拜，伊就互查理真信任嘛，对人咧甲叫拢有反应。那伊主动过来，就有小奖励，譬如讲会互伊金瓜、木瓜、红菜头。Because he was used to depend on us human for everything, for the food, for the care, for absolutely everything. Now he needs to learn what is to be an elephant. Elephants are intelligent animals, and we should not keep them locked behind bars. 在拖拉机内面的查理是经过几点钟的车程了后，先讲放载去一个私人动物保护区的新厝。对一只老枪来讲，这算是强度真大的移转。接落来，查理会伫一个区域单独去适应几礼拜，等伊安定，就会当行入去野生的象群内面，享受伊的后半生。公司新闻林本益。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4度。结果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